上礼拜，我哋有团大家小家一的武术艺术家彭少芬，用张茶永存的材料拿来做过定制嘅马尾。今日嘅团大家小家一的用废铜废铁来做雕塑嘅艺术家叶普云。对一般人来讲，废铜废铁都系我接下嘅东西，冇办事用途嘅。唔过叶普云生因为系保护，现正上路变形嘅废铁，经过也创意，如是的变做有生命嘅艺术品。15年来，叶普云以废铁厂养材料，替工作室美轮创作，也作品已经有8个看呢。也都本单系冷些些的铁嚟做嘅东西，我哋啥看得到佢天然温润嘅纹理，韩国叶普云对艺术嘅热情。啲啊庄下嚟講，真多嘅老人家啲屋順啊，像危險嘅啦，所以我會想做也看。日常生活思維嘅場景，攏係葉普云創作嘅題材。唔過詳細看下呢項作品，素材當貼片。嘅時呢，我就用嘅器材嘅排油鹽嚟講嘅，像樣嘅頭那部分樹啦，就會水乾嘅銅嘅，嚟做樹個頭那，像樣大下時呢，也看嚟講就會半具象嘅東西啊，有時呢我就用彈簧。15年來，葉普云攏同在廢鐵腔下進行鐵雕創作。後生家下做夢想家己，而了對雕塑充滿興趣，只係因為生活必須暫時降配。中年過後，成形態咧，經濟壓力無問題，應該係用行動來做藝術創作嘅時節。不過對呢方面開始，葉普云還上了一層。書嘅東西一般嚟講就雕刻嘛，雕刻嚟講台灣千多人看啦，像生意全部都千多，同台灣嚟講千多人看。每下看到幾件關外嘅鐵雕作品，佢決定了創作方向。鐵嘅藝除非做嘅時間，較少人做，較有挑戰性。我對鐵嘅方面因為鐵嘅變化尤其係老鐵嘅變化層次感啦很多嘅年代嘅就全部都感覺整理出來先講，當吸引我。唔但應該廢鐵當成葉普云，即係愛同呢啲廢鐵加入藝術生命，正經長期講解當有挑戰性。因為鐵嘅本來就你講不討好，硬冰冰嘅東西啊，就講要去要有發精神啦，要有毅力啦，去創作啊。平常都多看書啊。多看下把畫廊、下把藝術品嘅東西啊，所以要創出一家無人創出嘅東西，也一種嘅較困難。挑戰性還帶有危險性，看下葉普云創作家下，同鐵工相關切割攞打上來，就算平常看完全生意，超常也係直接發生。三年級我到鐵時節啲下邊入頭當時嘅寫表上，旁邊再有語言系嘅是兩場到糾正啊，當地可以講下啲下邊冇出差啲咧。甚至大禮拜愛去嘅廢鐵廠，托大家將3屆廢鐵當中潛創作愛用嘅材料，過程也係充滿危機。下把唔多速度啊，唔多行嘅時嘅腳步冇太穩啊，物解見唔多會跌倒也係講會速度嘅東西啦，也難免嘅啦。15年來，只要有時間，葉普云就同自家關頭工作室地擺上網創作。有時較無靈感，去巡航嘅倉庫入邊，直接有意外嘅收穫。用得就盡量拿嚟用，有的用到細坑嘅啦。鐵鋼嘅就有的做培養嘅去，將也坑嚟上講做成切的也要拿轉來，那做人不做得啦。
一架车完全做人头呐，什么人头呐？因为废铁嘛个要弄油，叶朴元利用安尼个贴心，创作个主题当导演，唱起人物。主要的每个主来是切铁，吼。個啊玩咧，我就拿熬，再個熬下玩的，有的用太鐵錘下有變化掉的吼。一看也看東西就係兩個野什麼野是來在挑坦克。利用一啲太貼片，係做出抽象作品。也會地動擺在空的，我名我心中歲月，吼，因為佢個菠蘿個感覺皮線啊。好，很多家有藍色的部分做起嘅切嘅部分，感覺到蠻有真有嘅種嘅質感。還要用組合嘅方式做出幾何圖形。像也客個嘅味素，我有幾上我像人嘅果料，啊，好比像101一樣泰國料，哈，像你也種嘅是考博物館，好，過來也係圖書館。也屬於係一種嘅景觀。作品還是得拿來用。也要還錢啊！吼，將司機錯，因為我上班遊戲嘅冬奧嘅比賽一定有秘魯嘛，嚇嚇。很多我也冬天嘅時節，很多時我就做一下秘魯落去吼，起碼可以較保暖。啊，你用乜做？也雜材料都係鐵鋼嘅啦，因為看到也有暗盤啊，吼，都好也有鮮肉嘅，吼，白滷嘅，我就拿整一個。葉朴元追求嘅目標就係簡單嘅線條、巧妙嘅組合，就算係廢鐵，也是得有藝術生命同價值。鐵的來講，你講佢又蠻用啦，你講拿嚟做成好嘅作品嚟講，吼，就感覺到都一件藝術品。但是用的東西就廢鐵嘅呀，叫做用鐵器嘅，啊，拿嚟做建材。我鐵咧吼，係全部用鋼過嘅，我做非洲嘅圖騰嘅面具，哦，做嘅時候我要做一啲嘅色，要去做一隻變化較顯出。呢幾年，葉朴元嘅創作漸漸受到藝文界嘅肯定，而到藝術館弄會邀請佢點出作品。原創性跟玩味性非常高，他的作品非常的有趣味，這種趣味是來自於他自己本身對於很多東西的一個觀察，所以他不論是擬人化，或者是擬人化以後的一個抽象，都有跟一些創作者很不一樣的一個造型的一個趣味。日參葉朴元當頭關公，準備9月淘汰後嘅大型介演演出，對廢鐵貼片中意。用考試同精神，將無用嘅東西變解有價值。看起來靚靚嘅鐵條作品，充滿素人藝術家嘅熱情。雖然講做嘅過程係較辛苦，都完成啊，一般人都冇做嘅人都唔會了解做嘅人嘅快樂。